全廣東海岸線達唔到1% 嘅一線棟別墅啊，十里洋灘呢度開發商自以為係自留嘅珍藏盤啦。後來19年嘅時候啊，1580萬加500萬嘅私家定製裝修賣咗俾業主，咁業主有一大劈價1500萬就出售啦，相當於白送咗800平米嘅花園同全屋嘅意大利進口主材啊，睇中嘅即刻拎包入住嘆日落啦！呢種筍盤全廣東1年遇唔到3套啊！嗱，你睇下最正就係呢個落地窗，攞住杯咖啡啊，坐喺客廳呢度，夕陽黃昏嘅時候，染紅晒成個客廳，你話咁嘅生活正唔正？啱啱睇咗呢度啊，你有冇發覺一樣嘢啊？呢度嘅色調係咪特別咁溫暖啊？淺藍色同埋綠色，海望過嚟係咪有啲冰冷？但係有咁嘅格調嚟襯托咧，係特別舒服嘅。呢一個位置出去就係花園，咁呢邊咧就有個8角形嘅餐廳，裏邊有個廚房位置，足夠晒，裏邊可以做個 party。咁我哋而家出埋去花園睇下，嚟到後花園呢一度啊，佢仲整埋個後門，呢度出去咧就係海邊嘅綠道嚟嘅。咁你朝早可以跑翻個步，咁你夜晚仲可以踢住拖鞋喺海邊吹住海風散下步。咁嘅生活你仲想點啊？成套別墅啊，淨係花園就去到800平米啦。呢一邊咧種晒生菜嘅番薯，嗰邊仲整咗個荔枝樹，咁高年份都咁上下啦。朝早摘翻生菜，晏晝再摘翻嗰個荔枝嚟食下，成個私家嘅農場咁嘅款啦，係咪？上到2樓部分最中意就係呢個位置啦，呢個 feel 我真係好中意。咁高嘅樓層啊，望落客廳部分嗰啲環境好舒服啊，望落好靚。咁我哋嚟到呢個位置咧，就2樓部分總共3個套間，呢度係其中一間啦。成個房裏邊嘅設計係全部好新淨啊！個業主真係嗰啲保養同埋佢嘅抌本真係好重。嚟到度嗱，每一戶每一個房都係有露台嘅，望出去嘅景色真係好正啊！直望出去就係海景嚟噶。只不過而家係2樓，3樓可以睇到，仲有個犀利嘅地方嚟睇喺度。佢嘅洗手間位置，你見過咁大洗手間未啊？比我間房仲大喎。咁我哋上埋去睇下第3樓係點樣先。上來3樓頂樓部分係總共2個套間嚟嘅喎。我哋首先睇下第一間套間先啦。呢個洗手間非常之闊落嘅。咁個業主咧就將呢間房作為咗自己嘅 BB 房。咁兩邊2個露台，呢邊嘅露台係最緊要啊。點解啊？出嚟睇下，望出去直情係望到一線嘅海景啊！喺十里洋灘度仲有一個獨棟嘅別墅，可以望到一線海景。你去邊度揾啊？嚟到3樓嘅第2間房啦，呢間房你可以作為你間主人房。點解咁講？夠晒闊落啊！洗手間同2樓嗰間一樣咁大，比嗰間房大啊！重點係啊，呢度3樓比2樓睇嘅景色更靚。點解？一線嘅海景啊！嗱，睇咗成套單位啦，而家送你800尺嘅私家花園啊，仲要送埋你500萬嘅意大利精裝修，攞低佢啊！而家 total 總價只需要1500萬啦。你做生意嘅話，賣低佢之後，絕對好似前面呢棵嘢咁，生意紅紅火火啊！前景咧海闊天空。點啊？有冇興趣？有興趣記得 follow Yuki 我啦。最緊要咩啊？點個 like 啦，同埋 subscribe 埋 channel。下一期見。深圳惠州筍盤日日 update，like 同埋 subscribe 埋 channel，一齊了解更多筍盤啦。